这是哪儿吗？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什么时候换作战方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呀。皇上，是我来保护你。这是添什么乱？跟你们拼啦！兄弟们，上！等等，不要暗器。中！二哥，我真是……都给我拿下！是。皇上，他这是……我没事，让他留在这儿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走，都带走。来，走，快点。走。三弟，你还记得，你我二人是兄弟。我一直把你当做兄弟，没有把你当做皇上看，所以我才敢跟你顶嘴，所以今天才会出来救你。你呀，真是撞了南墙才回头，见了棺材才落泪。为何不一开始就选对了人呢？唉，说白了，我这人就是贱。哎，你夺走了我最心爱的女人，我原本是恨你，我恨你为什么夺走了她，却不好好珍惜，我甚至想杀了你。